music, music taxi, Hakka taxi. Hello， 顺风茶、糖火锅、学客家、冲客小王出發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ello 文藝分享書刊嘅冲客小王。今天呢要跟大家有請嘅特別來賓，很歡迎哦，她是女神級的人物，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朱麗靜 Miu， 耶！哇 Miu， 哇，來歡迎朱麗靜。嗨，喂，你好。今天接到這個任務要來唱客家歌，哎，還要教客家話，你的心情是？興奮、開心，一點點緊張。可是因為很多人可能不太曉得，其實你是有客家人的血統，對不對？對，有200萬分之幾，是幾分之幾？哇，這樣子切很細。我爸爸是客家人，爸爸、爺爺是客家人。今天我們要教的是哪一句客家話呢？這個我看一下，刺激的。哇，好可愛哦！這句話叫做“你媽媽最近身體好嗎？你媽媽群來身體好嗎？”這感覺，你看，要做人家的媳婦，有沒有？要問男朋友的嗎？真的，媽媽，安 Q 身體好嗎？一問，哎呦，感覺好親切，很大心哎，這個心不無告後哎啦，立刻得到婆婆的緣。真的哎，好，那是不是有學一首，要唱一首客家歌？對，今天唱一首，就是最近天氣還蠻好的，很適合出去外面走一走。就是這首歌叫《看花》。啊，你好呢，我就來請一下今年最幸運的乘客，可能很滿意呢。我先走咯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好想當乘客就好，看到 Miu， 哇，好了，我去。今日假使唔肯坐上我哋嘅衝客小王，同我哋講唔可以來位，我哋就會有專門嘅歌手現場唱一條好聽嘅客家歌本堂哦。啊，最面我對下茶時間愛學一句客家話，啊，你擺嘅茶飛show完全免費。啊，你下呢，我哋出嚟看看來位朋友可以坐到我哋嘅衝客小王。歡迎下面小黃。哎，他臉遮住了哎，他真的猜出你的名字哎，真的假的？哇，他是朱麗靜。你好，跟他自我介紹一下。林怡珍，怡珍，對，林怡珍，然后醫生。對，你好。他說他要去那華山那邊，感覺是一個很文青的。那你身上真的有帶錢嗎？我們其實要收錢的。騙你的啦！這節目叫唱客小黃，跟你要講3個字叫出發了就出發了。衝客小王，出發嘞！你是客家人嗎？不是哎，对，那你對客家的印象是什麼樣？好像很好吃哎，那个他想要客家，想要吃，对不对？有那个饭，饭卤肉，就是那个饭，然后上面盖了很多那种韭菜跟什么的那个。你看了會不會廣東那邊的去？女神級的人要唱歌給你聽吶。對，你好。今天天氣很好，我們要去。很適合看花。好吧，我們要寬髮，來。來樹下，風涼涼，誰雕來唱歌，土味跳舞，年頭好，樹看樹，安度會跟太樹，昆長講，給有同法。哎，聽完的感覺怎麼樣？很涼，很涼。我覺得他的形容都很有趣。聽到客家話什麼感覺？好吃。好吃。聽完這首歌什麼感想？很涼。對，不好意思，冷氣有點太強，實際大哥。那像你一般聽到這種客家歌的話，你會想要再去聽更多嗎？會，如果是就是吉他的話，喜歡吉他的聲音。對啊，因為是吉他社的。好，行。來一下。害羞。哎呀。
那今天要下车之前呢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学一句客家话。哇，你妈妈最近身体好吗？这句学起来，搞不好对伯母正好又是客家人，你讲这句话马上说快明天来儿子去提亲之类的，示范一下。大家注意听喽，娘妈妈ขึ้น來身體好冇？娘妈妈ขึ้น來身體好嗎？我觉得娘妹，好这边讲娘妹感觉比较没有礼貌，我们说娘妈妈。按叫身體好冇也是可以，按叫也是可以的。娘妹ขึ้น來身體好冇，觉得可以用 rap 比较好记。好，说唱记忆法。我们好好的练习一下，在你下车之前，滚瓜烂熟。娘妹按叫身體好冇？娘妹按叫身體好冇？按叫身體好冇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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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滚瓜烂熟？这个车不是去华山，我们要去医院。好，我们终于到华山了，不好意思，再碰到这两个疯子就是。你学到的这句客家话是“娘妹按叫身体好冇？”好，那谢谢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谢谢医生，希望你今天一切愉快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哇，怎么样？今天这样录，你觉得好玩吗？超好玩！大清早的就已经在车上发疯了，而且今天一上车的乘客就非常能够融入我们疯狂的这个气氛，那我觉得你非常好。我们今天的任务成功，冲客消防，拜拜。